右下角5点钟方向向上面12点方向，前对离正。又不像了，又不像，前对离正巽坎艮坤，又不像。前坎艮正巽离坤兑，也不对了。从左边这个图啦，左半边反时针哦，前对离正，右半边顺时针，巽坎艮坤，这样才对。左半边这个八卦那是先天八卦，如果后天八卦是前坎艮正巽离坤。